传道书第9章，我将这一切的代志放伫心内详细想，就知义的人甲智慧的人，以及因的一举一动，连疼甲恨，拢伫上帝的手内，人袂当大成灾。正人的命运拢同款，义人甲邪恶的人，好人甲歹人，清气的人甲无清气的人，献济的人甲无献济的人拢相款。好人安怎，罪人嘛安尼；救罪的人安怎，毋敢救罪的人嘛安尼。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，有一项不幸，就是正人的遭遇拢同款。世间人的心充满邪恶，活的时心内癫狂，最后拢得死。人要得活就有愿望，因为活的狗比死的狮较好。活地的人知因会死，死的人什么都毋知，嘛袂阁得到报赏。因的名无人会记得，因的疼、因的恨、因的怨妒，拢已经消失。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，永远无因的份。做你去，欢喜食你的饭，快乐啉你的酒，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你的所做。你着不时穿水的衫，头壳着常常抹油。伫你一生空虚的日子，就是上帝赐你伫日光的下面空虚的日子，着甲你所疼的某快乐过日，因为迄是你在生伫日光的下面拍拼所得到的福分。你的手应该做的代志，着尽力去做。因为伫你要去的阴间，无工作，无计划，无学习，嘛无智慧。我阁看到伫日光的下面，熬走的无一定会成功，有力的无一定会较赢，聪明的无一定会得到美娘，明理的无一定会好业，有学识的无一定受看重。因所拄到的，拢在伫时甲机会。人的时家己毋知，亲像鱼不幸互网网着，鸟互落网挡着。灾祸忽然到的时，世间人陷落迄内面嘛是安尼。智慧赢假牛戆，我看到日光的下面有一项智慧，照我观察真特别。有一个真衰的城，迄内面人真少。有一个强的王来攻击围困，搁去悬的土堆甲伊攻击。城内有一个善车，却有智慧的人，有用伊的智慧救迄个城。后来无人记得伊。我讲，智慧赢假气力，总是善车人的智慧煞互人看轻，伊的话无受重视。智慧的人轻轻讲的话，比戆人的头目大声嚷较有人听。智慧赢假交战的武器，总是一变失策，会破坏真侪好事。